我是阿叶嘞，我是料理先生，我好煮菜，也好交朋友。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我的感动，还有我的愛。我是小虎，從這道菜，我親愛食好食的東西。故說我對料理同煮食都有興趣。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大擺我看到日式到好食的東西，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同快樂的笑容，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假使有看到我哋，歡迎分享人嘅食材，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歡歡喜喜出發哩，祝福大家都是。台灣有1100人萬撒嘅基層勞工，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默嘅付出，唔驚風吹日曬，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我哋今天出發，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來為散默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當人口多嘅大城市，採用大部分民眾動態嘅天理，靜態嘅特色就係準時、夾、方便又唔會失差。不過大家平常唔知，都會按部頭，大家睡夢嘅時節，採用地度還有動多嘅事，障礙開始。今晡日我哋就來到高雄嘅捷運站，你看啊，一按啱嘅，見到很多嘅做默嘅事哦。哇，小虎，那邊很強哦，好神秘哦，嗰還有回音呢，有聽到嗎？哦，好神秘的感覺哦。今晡日我哋係來到高雄嘅捷運站，呢一站按到乜嘢名？美麗島。美麗島，呢台灣就係美麗的寶島。故說呢，今晡日你來到鴉片，要坐捷運去星空中心，去看乜嘢？就係捷運嘅工作人員，一下捷運停過後，佢就去做乜嘅工作？大家冇看過嗬，日日聽下到你看啊，佢就一下去做乜嘅事？加油！真可以不用差呢。喺捷運樓梯嗬。喂，而家唔好坐，呢個方向對啊，唔對。即係樓台俾你控樣啊！咩天拜都高雄坐車嘅。係啊。當初咩控樣導演咯？唔過咩高雄嘅阿長路線，一站樓一站。一站，較遠哈。創啊，抽人南門。嘿，豐榮，嘿，我们的高雄捷运公司很新建。
非常的高兴认识你。高兴认识你也谢谢你呢，要带我们来体验就是高捷的工作的内容。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算是你们的行政大楼，是哦，可是所有夜间的工作都不会是在行政大楼里面，对不对我？们公司大概有分成所谓的白天的行政工作要去处理，然后晚上有一些维修跟控制的工作。那等一下就会让大家来一探究竟。哇，非常的期待。那这样子，现在你要带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好，那我们就先去情控中心，捷运的大脑。大脑行控中心行控中，心行控中心行政中心也是晚上的工作，24小时。也没有打烊啊。对啊，他们其实晚上更精彩，更多工作要等着他们。哦，真的是哦。哇，好哦，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好，那这边请。 OK。这里就是我们的行控中心。哦，哇，这样子一圈一圈一圈的都是一个不同的职位哈。对，而且他们每个职位都是我们的核心。哎，好像电影里面看过的哈。对啊，像它有点像是美国 NASA 的。对啊，哎，对呀，非常科技。看起来很壮观哎。对啊，我比较贪心一点，可不可以下去？而且你们事先有先申请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程序没做，就是要核备。我们现在做进场的核备。好的，事先有申请，好，谢谢控制长。好，我们程序完成了，可以让大家可以下去了哦。 OK， 走。哎，你就会文贤，係嘛？哎，文贤，我講下嘅客家人。欢迎来到高雄捷運行控中心。哦，控制長。哇，控制長，哎，跟人控制長，這全部嘅水年，要的主管。那唐港你的有冇個2、3、4、5、6嘅係嘛？冇錯，2、3、4、5、6，即係有24小時嘅營運，啊，一年365年，只有365年不打烊，嘅意思就講全年無休嘅意思啊。唔過車運唔係都1點就冇事誒。 差不多係1點。1點，1點唔係就做得下班呢？其實1點以後，張黑人家就遇到單位開始磨汗的時間。清磨汗嗎？對。哎呦，控制長貴姓？香港郭先生。郭先生。哦，那控制什麼呢？做一些決策。對。包括電聯車故障是需要透過控制長這邊做決策。是哦，好啊，那我們再去看看其他同仁他們的工作。謝謝控制長。 江户交往凹子上行红灯邀车引導旅客。一係呢類都係亞雜地方，係交通控制工程師。對，紅橘兩線總共有3位交通控制工程師。咁有記得係佢有冇有24小時咩？即係你們是輪3班。駕駛講，誒，真有危險，佢控制做的都要偏控制不差添哦。第一時間要用無線電，很以前停查，很查證哦，查證，實驗停查。那我們交控再跟他確認有什麼事情，那我們馬上回報給我們控制長。正然係講緊你所有車運嘅危險嘅一個場所，對不對？我坐到一邊可能訓練3張嘢。 3張嘢，唔過唐港也按部條啊，唔單槍係也控制中心24小時去做些，還有其他嘅工作。所以有的單位來講，係真係開始磨汗，有的有工程車、魔鬼車、測試車，還有巡軌。哦，巡軌，咁樣誒，你一下做得去看巡軌嘛？當然，對，還有團天，還有銜接社還有工程工程師。啊，先你拜地頭，啊，是，好嘞。這邊。 这位就是我们的工程控制工程师，我们凯正兄，你好，毕新芳。凯正大哥，你好，你好。嘿，我们今天想要去看巡轨，可以吗？我们这样合格吗？你有良民证吗？没有。安全的一些措施啊，防护装备。哦，所以要才可以进入到轨道。哦，这样子的装备才可以进去。还有要授权码。讲简单一点，就是大哥啦，要给我们授权码，我们才可以去啦。 对，可是刚才我们有提到说那个巡轨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他在巡视轨道途中，如果有发现轨道有异常的磨损，那会另外再安排魔轨的作业。这个也是在半夜工作。啊，没错。末班车以后，业界我们做一些维修保养的工作。哦，在早上之前要完成，对不对？对，我们必须要在巡轨车
因此我们必须在行轨车之前做整个维修工作告一段落。是。那就要麻烦大哥给我们授权码，然后之后，断电也是在这边申请。断电的话，我们公共会请我们电控来做断电的作业。哦，团体人印章做等一批啊。我比较多啊。好，谢谢。这一位就是掌握我们安全的电控。电控，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巡轨，这一边就要麻烦你帮我们断电，对不对？对，我们其实断的电是断我们供给电联车使用的电，是750伏特的直流电。对，所以我们会烤熟就焦了呢。对啊，送电前要确认各项设备都测试正常，那才可以送电这样子。包括你们要确定你们离场，对，不能轻易送电。这样用你就晒晒的巡轨。体会一下。对 ，OK。这个记得要说吼，迄关系到所有乘客的安全，故所全部就当详细。可能记得到行控中心的迄啊，都可以提出他家就全部当专心，搭在关卡就会味道安全的2杂事。要不要攞去行控中心啊？可能一直动到 VM 的。有冇干天的啦，干纤维啦，干环境的啦。我聽講喺本來先哦，我坐進去背總控。你好。那是电联车的清洁专责主管，今天的车务领班。你好。那升 Q 啊？升 Q， 哎呦，香香。還沒香用。那頂就帶你。等點。哦。放電放掉了沒？對哈。避雷就穩一下沒有，就變成要不見的問題，對，就會變得都是要磨毀，我哋就磨毀作業，我哋都迷嘛。這個有小米嗎？愛唱藝術紅牌，太家中他的大雕戲。夜茶全部就停電咧，那位有乜嘢危險嘅地方？底部有拱啊天。拱啊天啊！就入去。安尼你來順向你來，做得雖然做得你來，不過係你來注意安全。叫有醫院嘅距離，這樣唔會有危險。最少英國我講我有50公分。冇跳群啦。係啊，東西。冇了命。唔係隨便安尼命，安全第一啦。係啊。cái hiệu sinh上哦，聽講嘛，cái 第3軌旁邊嘅機啊，嘛個750伏特，聽講哦，要注意冇去奪到吧，嘛個奪到啊，照出來唔材料。cái ngày cả看有當到嘅員工都嘅片做乜嘅事呢？就查師專來，有專門的領會做編手嘅事情啦，還係呢並帶你去看看。好啊，你看佢哋做乜事？全部就誰來嘅呢？開壓板啊！開壓板。大哥，你們辛苦了，從9點開始做到現在。從9點，對。一天要清幾台？要10台。10台，這樣好了，就是我們幫你們代勞。然後我們清一下，幫你們清一下，你們可以坐一下。大哥，你們辛苦了！原來有你們這一群幕後的工程，讓我們可以有一個很舒適的捷運可以乘坐。謝謝你們，謝謝。好，那我們去下一站，好不好？走。雖然講吼公共運輸系統全部做喺清潔，不過也插運啊，我等到佢下班，我3公班也當邊嘅等。故說吼，希望大家啊行下好好嘅，強力來利用下公共運輸系統。
当然要，我们要做到报到的手续。你好，公公，巡轨吗？给你授权码299，299正确，拜拜。下放了，授权码是299。OK， 了解，收到，谢谢。那今天我们的工作呢，大概就是做轨道部巡的一个工作，来回总共大概6公里。那今天我们从阿五车站这边进站，那等一下我们也从阿五这边出站。OK， 报告完毕。股长，等一下，李股长今天带了2个朋友来见习大家巡轨的重要的工作。今天就要麻烦大家了。哦，没问题，没问题。对吧？刚才说那放电放掉了没？哎，对哦，放掉没问题，我们刚才确定哈？行动都是有授权码。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这边哦，我们哪里的灯号哦，断电的灯号已经亮了，所以这个我们第1道关卡已经有我们确认。哦，今日用根本也就要停等3V 巡轨哦。授权码416人员8点即将由R5下轨道车要吗？在R5上行182级，下行2发压位置验电，确认3轨未带电后，假设短路交换。授权码416收到，好吧。很出奇的哦。哎，看，要按错。今日用一下人咧，我做乜嘅事咯？我就做嘅就會客廳人哋咧，在種嘅地方無天、驗電、驗電哦，還有架設3軌短路橋。哦，古時候行到老我間情況中心。好，验电结果无带电，将语言验电出在这17P 后回报交通了。ถูก正确，请将对往第2车型汇报。今天準備嚟做3軌短路架。短路。短路架。所以咧，人哋都這條就開始行嘅。即係你軌道就將人行6公里啊？就行5公里，一片可能人哋軌道有乜嘅東西冇，底係乜嘅東西冇，軌道有乜嘅缺陷，人哋做檢查。我可能大家嘛個斷路橋喺團天嘅時候，我真嘅唔敢皮安行。佢真嘅無撞好不出現點樣啊？嗰個如果撞嘅時候，帶上嘅心肝就搏一下。什麼？發現什麼？發現了軌道上有一個法師細紋。法師？法師細紋一般來講你法師細紋做唔得超過2公分，超過2公分人哋就會報銷嘅。有磨損用誒，必須用誒。一條。人哋就會做量過，就會做一個記錄，記錄。佢按用嘅法師2公分就會報銷嘅。錯。反正都會變。變嚟就穩下沒有，就會真的要不見的問題。就會變得就只要魔鬼。人哋就有魔鬼作業。錯。一樣呢個。要錢。今日用緊6公里行下來，佢就唔會動過嘅。係啊。成功，等一下，这个锁固。看到乜嘅？看到人哋螺栓有鬆脫的情形，所以人哋就會馬上使用扭力扳手來給鎖固，就變讓個鬼固定好就超嘅。因為用看咧就看得出來有鬆脫咯。人哋每個螺栓攏有發線，如果發線線冇對準，冇對準的時候就會表示來螺栓有鬆脫的情形。按道理呢，如果順的啦。係啊，看你當迷嘛？看唔到誒，當咗當煙呢。這是什麼？這個有東西用的嗎？這是什麼？這個就一卡通就充你台北那個悠遊卡。你會跟我們還有錢的嗎？這等同於現金的。等同現金剛剛底櫃還有儲值有錢剛剛裡面有儲值了1萬塊。中的啦，已經要登記。我登記了，有這樣多把個東西呢。讓我們走前面，我們找找看有沒有錢。OK， 好。
倒台北的时节，即是讲接触切晕，唔过完全唔是讲切晕吼，迄24小时的，也摆来到高雄，天炎到个切晕个洗，我相当暗道呢。开茶的时节有开茶时节咧洗，无开茶时节咧又含有个暗布头暗夜爱做个洗。选过对外头来讲，迄当神奇啦。不过对佢哋讲，爱都要用暗的咁样的轨道嘅地度做事，要有专业。去摆做来太阳板的工作吼，佢唔习惯来适应这家吼，差不多适应的3人呀。其实对我这家来讲，还是感觉多多少少拢有影响啦吼，对家庭拢多多少少嘛有影响。上到今日来做来这条，就会有那种认知。礼拜一到礼拜五拢按太阳板工作，不过我哋买一样，有礼拜六、礼拜日可以休息。那休息时间，我哋一定会陪家人，哦，所以变呢，哦，我哋对生日呢，哦，我家的我家人，我哋拢会大家拢会互相的哦体谅。好嘞，一下平常变到廿味嘅，根本嘅你来到一杂市场，人当多，不过唔对有当多客家人喎。好強咧。係啊，唔怕，就靠你前菜。提食材。係，哦，今日你細細，平常就變到廿。好，我去拜託佢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客家电视台。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呢，要去煮饭给高洁辛苦的工作人员吃。今日来到高雄吼，想要攀照本嘅辛苦的高车，高车要认颜色啦。好，希望你要的朋友的建议。你们出菜，我出力，一起做一顿饭给高洁的工作人员，为了他们的辛苦，谢谢大家，谢谢。一下你愛搶菜，看幾片有搶菜好拿咯。哎，堂看就吹动酱的哈。对呀，老板。你好。我们是客家电视台。我们现在呢，想要来跟你打工换物，可以吗？轻轻的刀。这边。不要太深。这样可以吗？我种给黑呢。初学者也是不错的。先看还有没有东西啊？我打。哎呦。布田砍头，这5岁，玉荷包已经上市喽。3颗100，袋子给你装。小五今天成绩不错，为什么你的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师傅的最漂亮，30年的经验。通常我讲的，我讲的，而老时间赛跑。你愛搶菜，看幾片有搶菜好拿咯。哎，堂看就吹动酱的哈。哎呀，老板。哎，你好。我们是客家电视台。我们现在呢，想要来跟你打工换物，可以吗？打工 ，OK。好，那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做吗？小白水玉米都可以。像他这样削吗？对。哦。这边从这边轻轻的一刀。轻轻的一刀。这边。不要太深。对。这个不要。在这边再开。对，这样子。开这一边。对不对？轻轻一刀嘛。就这样子。这个不要嘛。哦。这不要。轻轻的。轻轻开就好了。我觉得很专业啊。有。厉害。马上学，马上会，现学现卖。按钮，这样子比较有卖相了。这就是人家说的美人腿。美人腿。那是萝卜腿。对。一点的，不要太死。哦，这环别爱按那削，它不会削到手了。哦，哎，这样子回去就可以炒了哈。对。哦，你说这样？你的手，然后刀要拿血的。哦。这样可以吗？有没有种狗皮呢？
初学者也是不错的。猛了，小看啊！斜的，哎，对，刀要拖，因为刀会那个拖才会有力。这样可以吗？60分。有啲乜嘅念啊？福利莫燒喵，燒會扮叫。要白。叫樣啊，叫佢。刀不能削太深下去。多少拿到？哎，这样很干净。哇！好，算你90分。很感動啊！阿海，你做的差不多清楚。戀愛哦。可以啦。雷夢。同一個。沙拉。沙拉。这200斤。前面亮。这200斤。然后嘛。哎，你摸啊，懂了。差不多。文生，你好，我们刚刚帮你打工了嘛，对不对？对。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想要的食材啊。可以啊。OK 啊。真的吗？打工打得够不够？可以。够了哈。送我的哈。要打包辛苦了。我们没有专业啦，你们比较专业。不过我们有诚心。对。有热情。也谢谢你把你的诚心送给我们。不会。谢谢。有可以嗨呀。先看下有没有东西啊？我打。哎呦！哇！你松高肉呗。呢度見，應佢用幾兩法菜。哦，長白菜啊。長白菜。哦。你看他喊着在做。加了小馬棒，好。嗱，呢個市場哦，英國嚟講，比一般的市場行下睇，我嘅地方真係動腦嘢咧，色的啦、用的啦、搞的啦，媽該就有賣呢。老闆，我們是客家電視台，我們想來跟你打工換物，可以嗎？可以啊。我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工作？看你。幫你招攬客人，好不好？可以嗎？還是要幫你削水果。謝謝。來講後價，後價追購。這香蕉好漂亮哦，大姐來看看。要找這個縫隙，要割起來，再轉過來。哦，來講後價追購哦，不甜砍頭。水果光看不會甜哦。對，趕快來。阿媽要吃水果不？哦，這有水，你看，玉荷包已經上市嘍，非常的好吃哦，大家可以來看看。裡面的籽肉小的哦。可以來看看好吃的玉荷包哦。今年還沒吃到荔枝，對不對？機會來了，這裡就有玉荷包哦。玉荷包，好吃的玉荷包，這邊還有紅肉的火龍果，也有白肉的火龍果。來買水果，貨比3家不是虧，我們這邊最便宜，來一個60，兩個100啊。比枸杞給偏買。小虎今天成績不錯，我在這邊陪老闆聊天就好了。3顆100，袋子給你裝。老闆，我們有賣出去嘍，可以跟你換物了嗎？我們可以換什麼東西呢？我們有什麼？一顆紅的，一顆白的。哦。這樣。好。可以哦。可以。哦。謝謝，拜拜。哎呦，买个东西。哎呦，一多呢哈！谁帮我买东西啊？我们的手冲冲。我们手冲冲买个东西？咖啡。哎呦，咖啡耶！快买个呀！哎呦，牛哦，水果。喂。哎，哎呦，哎，听唔记得哈，要乱哈。哦，加菜。来收一样东西。胖系嘛？
嘿呀，吐司。吐司。刚市场无反动哈。你这个对啊，那搞什么？也有一件传统的周胖的哦。周胖的。嘿。你那有米汤也冇米汤诶？拍开就好啊。拍开就好。系啊。嚟哦。我请头家。哦，好香哦！老板你好。你好。哎，老板，是这样的。我们呢需要一条吐司。可是呢，想要跟你用打工换物的方式。跟你打工换，可是问题我们不会呢。你教啊？安尼哦，好，你教呀？好啊，我学你的手艺啦。系啊，我等来开业吧呢。老师傅，今嘛要安怎做？来，咱即摆往传统的，即摆较早传统拢往手工的，把这先压一下，从中间把它赶过去，从这边赶过来，赶过去，赶过来。第一次要把它气泡，把它压出来。气泡要压出来。好。你的怎么这么漂亮？我为什么这么尖？翻过来，把它卷起来。为什么你的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师傅的最漂亮，30年的经验，有没有？这3分钟的。我这3年的经验，你这是3分钟的经验。师傅现在拿的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吐司，吐司，我们这6个刚好做一条。可是这个怎么会变这样子？这个这么长，这已经有一点发酵起来了。偷看我的。我看师傅的啦。压紧一点，你看我的这样可以吗？可以。去胖嘅店来当欢喜，因为我之前就有学过做胖，唔过来去看小虎会做胖，就吃到佢当神奇，因为佢迄天摆命嘅上网有配过嘅面团啊，然后看佢嘅表情啊，佢嘅动作啊，就知道一些当神奇的事情。跟他讲吧，你紧吃吧。什么？当然冇想的呀。软的哦。比较有弹性，对不对？老师傅的味道。那我们这样子学做有得到2条了哈。有。谢谢。好。台湾食胖。有分台式的、日式的、欧式的。外头迄个胖店，迄算係當傳統嘅胖店，有細細嘅食胖嘅米食，台灣嘅米食。出溜，你看，你呀哈，都亚味还有做酒，都给参与那个辛苦的颜色，他家就张通常，记得要张下白，通常我夹的是我夹的，我老时间赛跑，长度给爱用切鱼，爱用烟塔，我见到。哎呦，叫到我来呢。芦笋。人用个抢盆哈！哇，好精彩哦！就按你客家人了，我行到那边了嘛，普通话就知道当亲切了，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来，辛苦了，你们辛苦了。正常冇可能講，這都係當有機當錯，全部就較清洗啦，哈。誒，現在實實啊，
这人来切片，切片，切片，这下冰都给乱煮煮。讲下鸦片迄油，人油我先来冰进去。我还有嘛爱汤诶。高顺。讲小虎鸦片，做位迄嘛个？高肉。高肉，高肉鸡鸭腿切的迄皮料。也迄你台湾出产的高顺，我平均年，我老去做到变西式的。西餐呢？哎，一个迷迭香。哎，呀，小虎鸦片，然后给高肉的老去调面。对啊，罗勒叶。百里香叶。百里香叶。它西式的做法全部就要用按用啊。就用西式的香料去调面，肉桂粉，肉桂粉一点点，还有个面包粉嘛不要。我按用拉，因为你刚才是那个低速，然后高速，我按用底它我那个出不了筋了。偏稀了。不要带，含那种要带。对哈。蜂蜜，有红娘没有？这样哎，就做在老底呀，有做到一点一点。糖都可以按用切均，按用硬糖，会更早。我哟，叫做我来呢，这好玩的哦。因为给他做鸭舌啦，我等到整碗糖都装着吃东西啊，我说煮粥别了是。啊，就潘一潘做。又唔识煮粥啊！本来想讲我做啊脚条的，不要湿湿啦，好转去休息啦。结果手忙脚乱。我做伊个沙拉，要上菜哦，就捞去。白白啊！细细啊，白白啊，然后不用白上去，就会切切亮亮。然后也就这个是叫捞去，呀捞去。马铃薯清咸冰的，因为佢呀，你迄做像做薯条用的，像太火见到杯。就我出过来，基本忙熟吼，低度忙熟，中国嘢，中医嘢，啊，熟过后你就是在它太火单位比上色，我觉得是可以让它食。哦，今日按健康的啊，全部用水汤的哦，无啊，无油的，你讲冇用炒的呀？对啦，其实呢，它是用炒的，全部用拌的它都。哦，有条啊，好。然后就老鸭，芦笋，你去家台湾种的，摆好了，它的碱油呀，做了碱油，听得到吗？听到。做一个烘蛋，因为个肉香喷的，有时候用得水，然后给用水呗。姜中间没熟啦。姜中间没熟。牛呢？因为乱冻起，有时候呀，所以会菜先特别熟了，这下就会好好煮。先不用油哈。我就先炒下海松菜，这肉糜好诶哈，做得了起来。咱来一片烘蛋嘅芹菜，先炒过，我来一下软，就这表面。还有 cheese， 哇！
好营养哦。鸭耳做三明治的组合，选了老鸭、美乃滋、狗狗啊。香菜、红圈、猪脚，哇！哦，太地，各位，来捡起来。哇，这多钱多喽！哦，人有会动魂哦！哇，好精彩哦！哇，今มื้日都呀虫鸣鸟叫嘅地方，迄蝉咪叫，叫做喊太上哦，哈，要按太做嘅时间哦，CV 嘅朋友，真下班呐，真嘅，真辛苦。都是要的哈。系啊，哦，有朋友識做咩？有我所基本嘅嗌到，美型就準備嘅就係識做嘅內容。你來識看啊？这个哟，看同事，腰哎，莫光多哈，都是腰显示了。莫客氣哦。莫客氣係。好，謝謝。这样，快，这都是腰，给。那天睇个什么饮料哈？蜂蜜柠檬水。講係鴉片，有準備，因為有一位朋友有送嚟你鴨耳掛嘅咖啡。哦。然後我就先泡過的。我是马盖喏，我是鸭，攏好吃，攏好吃，马盖，攏好吃，攏好吃，來，哎呦，啊，早上不能喝酒，只能用这种蜂蜜水，来，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你要準備請客？唔會啊，我哋會叫會當做一擺太陽板，唔過唔就合作做太陽板。咩要輪班啊？輪班都冇朋友。輪班都冇朋友哦。替邊組船、做船安尼是感覺幾奇妙啊！平常上班趕時間無法度安尼是啊，是以來幾輕鬆啊，無趕時間啊，就是以來感覺幾好啊。蘆筍沙拉幾好吃啊，就是以來幾唔會講油，是以來感覺幾好。因為平常喺冇做些時間啦，做乜間休閒？打面啊，某一天啊，就屬於行啊。可以愛河嘛？台北來，你愛河，你高雄人都會愛河，都不愛的。來觀光客啊。哦。要雙禮拜正點都愛河划龍舟。有啊？有划龍舟？划龍舟。要斬啤酒啊，要做閃推。哦，像我們輪班的工作，我們就是一般希望滿足家庭、工作還有運動這3個方面來做一個平衡。那在我們行控中心來講，比較大的就是要面對一些處理突發的狀況。那在時間和安全的考量下，那對我們來說會有一些比較壓力比較大一些。如果用都下面那邊這個走嘛，走到公園還有走。走到公司旁邊是。哇，冇嚟幾邊啊？冇嚟幾邊。啲病人嚟係啊，要走佢。捱到咩啲拜幾邊，都下面順行。走走。哦，今天很特別，是用有點像野餐的方式在吃早餐，用早餐。哦，是有在規劃帶小朋友還有家人去野餐啊，就自己搶先體驗了。廿一裝作啊哈，每一個乜嘅西餐廳。
听来的哦。你们叫外汇的哦。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跟肉啊吼，你整人这个叠，然后这个偏甜。你个好哦嘞，啊，猪你个好哦。多得啦，哎，多得。多得啊，老毕拿起来。哦，来，感謝呀。哦，謝謝，感謝哦。你那全部都带到高雄市的嘛？嘿，哦，一萝卜嘞。萝卜喺屏东烟。屏东烟。啊，屏东诶。闽南。闽南诶。哎呦，天泉呢？六鬼。哦，就按你客家人啊，我行到那边了嘛。然后哎呦，头胸哈就吃到当亲切啦，就像一家人一样诶。一拜承蒙客家电视台来本客家地摄影工作安排台嘅辛苦，各歡喜來參加一拜攝製安尼，之後時咧呢，你係都也三明治，如果用佢學識安尼。安布條那種吼，軌道嘅那種體型吼，一般攏喺安布條太陽板，客家佬唔定眼人嘅辛苦。嗰高興今日承蒙客家電視台來講呈現講客家地的眼人來群無名英雄啦，軌道的無名英雄，安之些。主要傳真員喺留時間做上腳嘅，像我記得下班就做得來到鴉片，停等就做得食飯，做嘅時間心肝當緊張。本單吼，參加了。來說嘅實際話，都當講講叫做下班以後啊，我開到吼木出辦，還好，到時候大家一有精神。是的也好，沒有講，哎，你這是我按年走，也當好事。關於哈，好，你好，兩位再見啦。流行嘅朋友，安子些。嘅朋友，一天內堅持夢想，我感覺幸福。